来，这个国民党是按算伫后日17号的中常会来征调着选总统的人选。支持郭台铭的立委陈玉珍认为，征调必须中常委有共识，而且伫咧中常会来通过。讲陈玉珍这个举动，防质疑是咧压迫着党中央。陈玉珍是回应讲，伊相信中常会会互主席做出着上届明智的决定。有听侯友宜的常委都惊征调的动工有变卦，所以决定提前返来台湾，伫咧中常会来坐镇。所以侯友宜甲郭台铭之争后日就要显牌了。国民党的中常委先伫咧暗中在拼赌。辩论会结束，南洋中常会随的行出胜旗区的白窗，想要关头郭台铭面前争取中常会支持。昨中昼有12个中常委参加这场参会，支持郭台铭派中常委甚至讲，征调迄天人选若是上强的，就伫咧现场表达意见，互解说做事，逼强党中央。我们希望侯友宜跟郭台铭进行君子之争。就惊征调迄天有变数，甚至伫咧国外支持侯友宜的中常委决定提早返来台湾。本来预计出国的新北市议长蒋经国嘛暂时未出发，支持侯友宜和支持郭台铭的中常委，伫咧这礼拜3的中常会嘛准备过招。有过半以上的中常委是挺郭的，这个说法是昨天我们在跟中常委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逐一统计，也相信中常会会让主席做出最明智的决定。国民党中常委总人数35个人，支持郭台铭派统计今有16个支持，支持侯友宜派煞讲94个立委支持。国民党要通过征调主席朱立伦会先宣布人选，所以中常委若是无问题，得拍破通过；若是有意见，得轮流发言表达意见。讲句实在话，中常会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，当然立法委员的发言更是诸法皆空、自由自在，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，我倒是觉得大家不用太过于惊吓或者害怕。侯友宜、郭台铭之争，这礼拜得公布答案，上尾关键时刻，和郭定赢，回拢变真暗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